呢個景真係冇得輸啊！成一個澳門都睇晒啊！呢邊就係新葡京嘅酒店啦，對面嘅澳門嗰條橋都可以睇到啦，一線無遮擋嘅江景啊！下面就係無邊際泳池、小區園林景觀啊！無邊際嘅泳池睇翻一線澳門嘅景觀啊，睇翻江景。依家開發商急住回款啊，200幾萬就攞一套3房出嚟賣啦！以前3房咧要賣到300幾萬嘅，依家200幾萬攞出嚟賣，精裝修現樓，即買即交收嘅。以前呢啲2房咧都要賣到250、6萬嘅，依家3房都係呢個價啦。5萬蚊首期就可以輕鬆攞低呢個小區嘅精裝現房噶啦，90幾平方嘅3房2個衛生間嘅戶型。呢邊咧電視背景牆、中央空調，睇埋呢啲嘢都可以送嘅。你買咗之後咧，仲有一啲家私家電嗰啲嘢送俾你啊！呢邊就係廚房啦，呢啲嘢全部係標配嘅。呢邊可以睇到成一個珠海景觀啊！哇，3個房間2個衛生間啊，實用嘅3房2廳2衛啊！呢邊係乾濕分離嘅公衛，呢邊係兒童房，呢個係客房，呢個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呢個位置都可以整埋一個衣櫃嘅套間啊！主人房非常之闊落，都成差唔多10大幾方咁啦。主人房呢個景觀哇冇得輸啊！平時澳門放煙花咧都係一眼睇晒噶啦，10萬蚊首期可以攞低呢套精裝現樓啦。有興趣嘅